后来乡亲啊，拄则咱有听到讲，这个葡萄水果商的传播链是真大链，嘛间接影响到当地葡萄的销量。啊，这个葡萄家族的大汉后生是去互妈妈喂着，即摆伫病院咧隔离治疗。伊接受到电话采访，替爸母来讲委屈。伊讲爸母当初是去网咖来卖葡萄，是为着要讨生活，当时根本都唔知影讲网咖是疫区，伫不知情的状况下喂着病毒，甲这个病毒佮传染出去。 造成整个中华的传播链，伊嘛真艰苦，心理的压力真大。中华 KO 一间活动中心未服务人员为村民采检，就80多岁阿公骑电动车到快泰站，伊嘛爱采检。毋过伊真无甘愿，直直怨叹，上尾也是5位医护人员甲掠掉的强制采检。中华上新确诊人数64个人，其中有54个人是葡萄家族传染链，占84%。 毕竟，确诊者他们也是不愿意发生的啦，谁不会生病，对不对？生病不是自己愿意的因为疫情爆发也是难以预料大家要理性。他只是被感染，不知道，他也不愿意，谁都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。葡萄家族家己就有9位病人，伫病院隔离治疗的大后生，透过电话访问，替厝内人感觉真委屈。没有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谁会知道现在？ 做的生意这2年没有控管好嘛？大后生讲，厝内人确诊，面对病毒，搁要面对外界压力。当初爸母甲网咖卖葡萄，转去了后开始扫，然后痛，搁发烧，一开始了准是感冒，一直到看新闻知影网咖有疫情，才去体检，发现确诊。伫较真进前，妈妈唔知影，搁去食喜酒，造成传播。伊家己嘛真自责。 他是很担心，他觉得这是他的生活重心嘛，就是要去让你做生意才能够生活嘛。他其他也害了家人，害了亲戚朋友，这没怨气啊，他觉得他好像对不起社会。伊讲亲情朋友无直直甲怪，毋过听到其他卖葡萄的农民受到影响，心内真有压力。希望大家会使有同理心，因为无人会希望买着病毒，嘛袂挑工搁去害别人。